亲啊，苗栗的头份一栋2层楼的铁皮厝，透早6点通来火烧厝，先受2个民众惊精神、惊狂来逃命。所来这个浓烟是窜到后壁美容院，有3个女子伫2楼的窗仔口，互消防员甲救落来，因佫揽着5只的宠物狗。这个火烧厝的同时也未断电，电线烧拍电是烧甲哔哔叫，袂输咧放炮啊共款，现场是惊险万分。消防人员赶到火警现场，认去找电线，因为还佫有电烧拍电，袂输放炮啊共款。炮火兄弟一时煞无法度拍火。头分要到，麻烦再请台军过来，先等一下再射。乌烟为铁厝冲到后壁一间美容院，同时内底有3个小姐还伫困，或者乌烟砸一个精神了，随走去2楼，消防人员将因救落来。这边2个在这边，先射水，不然它这2楼已经烧起来。当时这3个小姐手抱5只吊颈的贵宾，因受到火烧厝的情形，还佫会惊。后面才黑烟就慢慢冲，往前面冲。所以找不到路下来。对，就是爬出来。透早要6点的时，苗栗头份移民庙后壁一间铁厝火烧厝，火真严，地处拢是乌烟，内底2个细嘴查甫人，正佳在走出来。别我都要手咩？按对着嘛，吹木啊，就躺到上啊。哎，别我有，都把我别发太神哦。就大声发喊你了。来个叫啊！不妈哦！有3名受困民众在2楼阳台待救，也以消防车架梯的方式将其顺利救出。因为现场巷路正矮，上车无法度入去，消防人员只好呢接水线去拍火，加在这个火烧厝无造成人员受伤，导火原因还佫调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